Hello Boss，CSL 突破創新，顛覆線上線下，中港兩地都輕鬆儲分。無論你係去香港定係內地 ，download CSL 手機 App， 出發前先儲分，到達即用更開心。邊度有得儲分？為你介紹 CSL 全新客服小師。小師，好肚餓啊！邊度有嘢食啊？推至附近300米木角燒烤，仲可以儲分。小師，好口渴啊！邊度有嘢飲啊？推至附近200米手打檸檬茶，仲可以儲分。你係香港實體店、香港網店、大灣區實體店，只要你係 CSL 客戶，通通都可以儲分。問儲分有咩用？梗係攞嚟當錢用啦！2000分換免費電動車充電，200分配眼鏡優惠，500分3冇會員卡，150分紅福堂禮券，500分莎莎現金券。人生路不熟，第一次嚟唔知點換，唔知點玩，問小師冇困難，小師計劃實好玩。想揾 CSL 但唔知點行，小師幫你揾一間，小師教你點樣行。唔使排隊 no way， 小師幫你攞定飛。去旅行成日都要 check 住數據用量，太忙又唔記得交錢，拗爆頭都唔知道揀邊個 plan，一個小師就搞掂。有興趣 CSL 見。